Hello， 大家好，又係我安格斯。隨住上兩集喺廣東沿海北上呢，今集終於踏入福建省境內啦。福建呢，當然就唔係第一次嚟嘅旅遊景點啦，但係自駕呢，就係第一次啦。當然都擔心會唔會好似之前去雲南咁樣呢，交通狀況唔係咁好。但係事實上呢，都係 OK 嘅。之前去福建旅行嘅時候呢，都未有養肥妞嘅。所以著名嘅景點好似鼓浪嶼啦、武夷山已經去過噶啦，而且呢兩個地方咧帶住肥妞咧都唔係太方便嘅，所以今次嘅行程安排係咧先揸車直奔泉州，然後再去土樓，最後咧就再去東山島嘅。泉州咧係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亦都係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嘅起點，同埋世界遺產城市。位於福建東南沿海，擁有深厚嘅歷史底蘊同埋活躍嘅經濟實力。由廣東揸車去福建泉州呢，大約需要6個小時嘅車程。到達之後呢，天都黑晒噶啦。好彩呢，就揾到一間寵物友好酒店啦。環境確實係唔錯嘅，就係泊車唔太方便嘅啫。而且附近呢，好食嘅餐館都唔係好多㗎咋，好似今晚嘅晚飯呢，都係隨便喺酒店附近呢食麻辣燙就算噶啦。第二日嘅一早呢，就開始泉州一日遊嘅行程啦。開元寺呢係泉州嘅中心點嚟嘅，所以呢就先到咗呢個景點先。開元寺呢係建於唐朝，最初呢就叫做蓮花寺嘅，後嚟曾經改名做興教寺、隆興寺。到咗唐開元26年，唐玄宗呢就下令全國各州呢建開元寺，先至正式定名為開元寺呢個名嘅。相傳最初咧係當地嘅富商黃守公捐出桑園而建寺。個人嚟講啦，遊歷咗全中國嘅我啦，咁樣嘅寺廟咧感覺普通，加上咧就唔可以帶狗啦，所以咧我都係隨便行一圈咧就走啦。離開咗之後咧就喺隔離嘅鐘樓同埋西街行下啦，而且咧就揾下嘢食。可能天氣太熱啦，冇太大嘅胃口食午飯啊，咁啊隨便咧就食啲糖水就算啦。下一站嘅目的地咧，原本係清源山嘅，但係呢個景點咧設計係咧日頭收錢啦，夜晚就免費嘅。我哋揸車去到入口咧就俾人攔落嚟啦，因為山上面唔可以帶狗，於是咧就改去另一個景點啦，長埔村。長埔村咧係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東海街道下轄嘅漁村嚟嘅，係網紅民族旅遊勝地。以國家級非遺長埔女簪花為習俗同埋特色，多學錯建築聞名。到訪嘅當日咧，就發現咧遊人咧絕大多數都係女性嚟嘅，原因咧係來訪者目的咧都係想打扮一下咧，成為長埔女。呢種習俗咧已經被列入第2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㗎啦。現泉村內咧有330多間簪花寫真店，遊客咧只係花幾十蚊咧就可以體驗咗一日長埔女噶啦，係而家泉州最火嘅網紅打卡項目。當地仲有一句俗語話：今生帶花，來世漂亮，賦予咗呢種習俗浪漫嘅寓意嘅。因為今晚打算夜探清源山啦，眼見時間尚早啦，就打算去海邊行下。遊覽一下崇武古城。崇武古城係位於福建泉州惠安縣嘅明代海防古城，係中國現存最完整嘅丁字形石砌古城，位於泉州灣同埋湄洲灣之間，瀕臨台灣海峽，坐標剛好處於我國東南海岸線嘅中心點，亦都係海南氣象分界線嘅所在地。到達之後咧，就發現呢度嘅旅遊配套發展成熟嘅，城外有美麗嘅海濱公園，園內咧就設有簡單嘅野生動物園。崇武古城係明代東南沿海抗倭防衛體系嘅核心節點，戚繼光咧曾經喺呢度屯兵練武痛擊倭寇。古城呢而家有威震海邦明代嘅石刻，仲流傳咗近代日寇炮擊嘅遺跡。見證咗從明代抗倭、正成功抗清到抗日戰爭嘅多次海防戰事嘅。由高空欣賞呢座古城呢，整個城牆
周長2567米，長高7米，城牆基底闊4米，外牆採用咗獨木橫豎丁字形交錯砌築工藝，內牆為亂石砌，經歷咗600年嘅風雨，炮轟依然屹立不倒。城牆共設有敵台5座，摩鋪26座。城內保留咗完整嘅5門4街18巷格局，仲有5座古炮台嘅。古城設東西南北4座城門，其中水關門係明代為鎖城最少嘅城門，專為抵禦倭寇而設計嘅。城內嘅民居多為傳統石錯，冬暖夏涼，防風防浪，至今依然保留住原住民嘅生活形態，係一座活態古城。遊完咗古城呢，天色已晚啦，於是按計劃夜闖清源山。揸車到售票處呢，因為晚上免費嘅原因呢，已經冇工作人員把關嘅啦，咁就可以順利帶肥妞呢上山啦。清源山呢係位於福建泉州國家5A 級嘅旅遊景區，係泉州18景之首。因為山上泉眼眾多，有另一個稱呼做泉山嘅。其中最為標誌性嘅景點呢，係宋代雕刻嘅老子天然石像，係中國現存最大、年代最久嘅道教石雕造像，有老子天下第一嘅美譽。因為夜晚到訪啦，就睇得唔係太清楚，有啲可惜。清源山與泉州嘅市區山城相依，呢個亦都係點解設計喺晚上免費嘅原因。因為當地人夜爬看夜景亦都係大多數會揀呢度㗎。同樣地，因為太多人中意夜晚到訪啦，所以晚上嘅山頂極為熱鬧。上完山頂之後飲茶傾偈、唞涼嘅人係非常之多嘅。泉州嘅一日遊就咁樣結束啦，感覺都仲 OK 嘅。唯一美中不足就好似食唔到好嘢。好食嘅就好似唔及廣東啦。第日一早就揸車去南靖景區睇睇福建另一特色土樓。之前嚟福建旅遊其實就已經去過永定土樓噶啦，所以今次就到訪另一個南靖土樓。其實福建嘅土樓呢個景區個人感覺就有啲呃錢嘅，因為福建土樓嘅景點係有啲分散嘅，而且唔同景區又另有門票㗎，即係話你遊完咗永定景區再到南靖景區又要另外買門票嘅。所以我哋今次都集中喺南靖景區呢一個部分參觀嘅啫。選擇呢度相對係比較鄉村感覺濃厚，冇太大嘅商業化。到達嘅時候天色就已經好夜啦，於是就揾個農家菜嘅餐館食晚飯，味道不過不失啦。之後就夜遊土樓。之前嚟參觀土樓嘅時候多數都係白天參觀嘅，今次就難得安排喺個村度過一晚啦，自然就唔可以錯過夜晚參觀土樓嘅機會啦。晚上嘅土樓伴住燈火實在係另有一番感覺嘅。土樓嘅內部結構一般都係底層通常做廚房同埋束圈，基本係唔開窗嘅。2層就用嚟儲存糧食，窗戶好細。3層以上先至係臥室，採光比較好。至於樓中心係露天嘅天井，用於採光通風同埋集體活動。正對大門通常設有澡堂，係祭祀同議事嘅地方嚟㗎。福建土樓源於宋元，成熟於明末、清代同埋民國時期。土樓以石為基，以生土為主要原料，或圓或方，大多數以圓為主，如珍珠般散落在閩西南嘅綠水青山間。建築上遵循咗天人合一嘅東方哲學理念，就地取材，選址或依山就勢，或圓頓溪流。建築風格古樸粗獷，形式優美奇特，尺度適當，功能齊全實用，與青山綠水、田園風光相得益彰，組成咗適宜人居住環境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嘅景觀。日頭喺雲水窯景區逛完呢度嘅水鄉風景同埋方形土樓和貴樓之後就
揾咗一間農家菜館，食咗一隻地道嘅土窯雞，感覺非常之美味嘅，可以話嚟到福建揾到最好食嘅一頓飯啦。食完飯呢，本來打算深度探索呢個水鄉嘅，但係天氣實在太熱啦，肥妞呢都係只願意咧匿喺咖啡廳咧嘆冷氣嘅啫，所以我哋都唔多停留，就直接去下一個景點東山島。呢次因為早出發啦，所以到達民宿嘅時候呢，天色尚早。民宿係以小木屋形式砌成，房內嘅設計呢，設備齊全，美中不足呢係居然冇電視。庭院嘅佈置唔錯嘅，就係略嫌呢泊車位唔太足夠啦。東山島隸屬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陸地面積188平方千米，佔東山縣陸地面積嘅97%，係福建省第2大海島，東山縣第1大海島。由於面積太大，自駕遊呢睇嚟係最理想嘅遊島方式啦。由於東山島嘅面積太大啦，我哋都只能夠揀咗2個比較有趣嘅去睇睇。呢2個景點呢都係同潮籍好有大關係嘅，所以到訪嘅時間呢要掌握得好好。先去嘅地方呢就係嶼南灣雙面海，呢個係一個位於福建省東山縣嶼南灣嘅一處因潮汐作用形成嘅自然景觀。潮漲嘅時候呢，南嶼為孤島；落潮嘅時候呢，海水向兩邊分開，顯露出可通行嘅沙灘通道。呢個景觀一面係波濤洶湧嘅大海啦，另一面呢就係平靜如鏡嘅淺水區。呢個景點除咗擁有雙面海奇觀呢，仲有白色景牆搭配粉白花海，設有嶼南灣雙面海打卡框。遊覽雙面海需要注意潮汐，最佳嘅時間呢係退潮之後嘅2個鐘，可以安全上沙洲。建議提前1小時到達，避免因漲潮被困㗎。喺雙面灣行咗一陣呢，就揾嘢食啦。有咗汕頭汕尾嘅尋食經驗呢，近海嘅地方呢都係想試試當地嘅海鮮嘅。呢一間開喺海灘旁邊嘅餐廳呢，呢個巨大嘅墨魚吊桶呢非常之鮮美。至於紫菜炒飯同埋花甲湯呢，亦都好唔錯嘅。食完飯之後呢，就趕住揸車去另一個景點啦。用趕住呢一個詞呢，個原因係既要掌握潮汐時間，同時呢亦都想趕上日落嘅美景。我哋揸車直達東山島西南邊一個名為旗下村嘅一個碼頭，喺呢度呢，需要呢轉乘快艇去我哋今次另一個景點魚骨沙洲。快艇嘅航程呢，大約10分鐘左右，來回船票大約120蚊，經過講價之後呢，就減到100蚊一位啦。即使接近傍晚呢，登上沙洲嘅遊客依然都係唔少噶。好彩嘅呢，就係今次呢，既能配合到潮汐時間啦，同時呢都趕得到日落嘅美景，可以話非常之難得嘅。魚骨沙洲呢，位於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陳城鎮旗下村內海同埋外海嘅交界處，係東山島另一潮汐作用形成嘅沙洲景觀。每年4月17號至到12月31號嘅9點至4點半呢，對外開放。沙洲喺潮漲嘅時候呢，面積僅數畝；退潮時候呢，可以達500多畝，鳥瞰呈魚骨狀，形態隨潮汐大小同埋季風嘅方向變化而得名嘅。一般觀賞呢度呢，都係用航拍呢最為精彩啦。從高空俯瞰整體輪廓呢，就好似一條側臥嘅巨型魚骨，中間凹陷嘅潮汐通道呢，又好似魚脊椎。兩側對稱分佈呢個沙梗形似魚肋骨。東山島嘅沙洲完整露出嘅時候呢，沙脊南北伸延，長度可達1.5公里。北海嘅沙洲長度呢，大約200米，整體遠平盤旋喺海面之上。周邊呢仲可以睇到魚排、淺灘等濱海特色景觀。日落時分，霞光灑在白銀沙脊上，會好似一條金色絲帶伸延入海嘅。走訪咗福建3處景點啦，今次廣東沿海遊呢亦都畫上咗句號啦。今次自駕嘅距離呢，離出發點深圳不遠，但係依然呢都見識到唔少美景噶。更重要嘅就係呢，
食在廣東呢句話真係一啲都冇錯，有機會呢，真係要多走訪廣東周邊呢，尋找美食啦。咁希望下次能夠帶俾大家更多有趣嘅旅遊資訊啦，再見。